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意晴阿群妹。唔知大家好，5月节的连假表都有欢喜无了，都有欢喜无好。俩5月节啦，连假过天以后，接下来就到也2月的时节，天时会渐渐的动热了。唔过啊，今日节目地度爱同大家来小结一个又好看又好搞的表演哦，莎莎来看一套样片。从前，有一个动物园，在动物园里有一只活泼开朗的小狮子。你们看，太阳卡住了。这里好黑哦，你们在哪里呀？只要大家一起去，就不会害怕了。我们走吧。好，細來看表演了。來分享Annie今日來賓係Annie安徒生和莫扎特的創意策略長，歡迎建元哥分享。大家好，我係賴建元，今日同歡喜來入片同大家介紹木丁動物園的呢條卡道的。好，分享列建元哥，大家好來啊，係分享Annie我們這個小獅子里歐超偶獅哦，細來分享耀偉分享。大家好，我係馮耀偉，今日同歡喜來入片介紹木丁動物園太陽卡道的，嘿。總算講很認真。兩位堂演出來後，學發連讀久，很認真努力學生型的死背出來了，對不對？係哦。大概差不多配幾久誒？配一安補。有一安補，那個耀偉呢？一安補。沒一安補，你不要故意學他說話。所以我可以講國語，對不對？你可以講國語。所以其實這個我們的超偶獅耀偉不是一條卡豆誒，是發卡豆誒。對，卡豆。卡豆誒，而且聽說就是為了要讓耀偉今天可以順利講哈發，爸爸喊特別錄音給你，對不對？嗯。特別錄音給你。對，特別錄音給我。好，所以其實今天呢，愛同大家來分享，其他的今日愛同大家來講這個就是個我是被你們木當通不演太陽卡豆哎，或者是逆條卡豆哎，對不對？這是一個很可愛。我們在這邊看到海報，然後在耀偉身邊也看到這個很可愛的小獅子，對不對？所以它就是我們這部舞台劇的這個主角，它叫做里歐。對，那可以請建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麼該我做呀舞台劇韓國給個故事，它的故事大概是怎麼樣子？這個故事其實在講，有一個小男孩，小米，他到了一個新的環境，然後遇到同儕這個團體認同的問題。對。那在同儕之相處的過程中，難免會有衝突，難免會有一些問題發生。那這個小男孩到底該怎麼樣去解決呢？那他意外的來到屋頂動物園的世界，遇到了一群動物園的好朋友們。那他們忽然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哇，原來有一個開關可以控制太陽的升跟降，也就是白天黑夜，居然可以靠一個開關來去控制它。對。那小孩子嘛，那好奇心很重，玩着就把這個開關弄壞了。所以他們就要在這個過程裡面想辦法去解決問題，然後一起把這個太陽重新的回到一個規律上面。對，那事實上這個故事事實上是源自於我的孩子哦，我孩子他在去年的9月剛升國小1年級，那他其實原本是在幼稚園裡面像孩子王一樣，他是非常活潑、非常愛表現的。可是到了新的環境，上了小1以後，遇到了一些問題啊。我們怎麼發現的呢？事實上，這個孩子其實在小時候很小的時候，他就可以自己入睡，不用爸媽陪，甚至也不怕黑。可是他上小1以後就變得很愛撒嬌，然後常常哭鬧，要我們陪着他入睡，他才肯睡覺。然後我們就一直想到底是什麼問題。後來我們就試着跟他聊天，慢慢的聽他講。
终于才发现，哇，原来是他到了一个新环境，遇到一些同侪相处的问题。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故事融入在剧情里面。我们想要告诉所有的亲子的朋友，大人跟小朋友，就当你遇到任何问题，可能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小朋友跟在旁边，时时刻刻去帮他解决，甚至陪着他面对。我们可能只能在家里给他一些建议，给他很多很多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给他很温暖、支持的力量。对，那这是我们想要做这出戏的初衷。哇，所以其实要出戏啊，舞蹈动物演日头卡多维这部戏不单只是一类可能很欢乐，它不止很欢乐，其实也含有懂正面的能量，很多正能量要分享、要传达给大家，对不对？而且其实这一次的演出非常非常的特别，它是亲子音乐剧的形式，所以啊，亲子我们就想要来问一下啊，如果来看戏的小朋友们，有这个年龄的限制吗？比如说他大概要几多岁这样 connect 才看得懂这一出戏？我们是建议大概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了。但是如果你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也别担心，只要你曾经有进过剧场，我们都非常欢迎哦。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从很小的时候，爸妈就带着他进剧场或者音乐厅去看表演，所以他其实很习惯在剧场可能会突然变黑的、变暗等等的。如果他不害怕这件事情，我们都非常欢迎他进剧场来看。对，古手董分享太家好了，选上亚普音乐剧嘅很多不当通不演，他用卡多也是一个很可爱的音乐舞台剧哦。然后啊，其实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旁边也有看到可爱的小狮子里哦。今天也特别也有抢到 Andy 的超偶师吼，来到 Andy 现场，到底这个人跟偶要用怎么样的形式来做结合？这样子形式的偶，它其实没懂胎长，它的身高差不多多高？这只偶，这是偶的身高大概135公分。135公分，因为台湾有空狗懂的，就是很大型的，是人穿在里面的。可能那个超偶师个子很小，150公分而已。不够啊，它的偶啊穿起来，因为它有一些装饰啊，比如说鸡的话就会有鸡的头冠啊，那加起来可能快要180公分。那个可能小朋友第舞台哈比较适合远距离的这个表演，但是其实这个135公分的这种偶，它这个偶有它的特别的名字吗？其实它也是手操偶的一种，我们称呼它为大型的手操偶。大型手操偶，大型的手操偶，而且其实吼机关动的，可以请那个耀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身上的机关有多少吗？他身上的机关，例如说他的眼睛是可以对，它是可以闭起来的，它是可以闭起来，而且它是可以控制说我要闭多少，例如说我要闭一半，我要闭全部，对，也可以单眼控制，对。然后他的嘴巴，讲话的时候是可以动，讲话可以动嘴巴，对。还有它最特别的是它的彩色鬃毛，它是可以盖起来，可以动。所以其实连它周围的这个鬃毛都是可以伸缩的，对，就是可以往前这样。就是它害怕的时候，它其实会害羞或害怕，好可爱哦。所以啊，这样子的操偶方式是人跟偶同时都在舞台上，对。所以你有特别的装扮啊，对。对不对？跟他一个搭配，就是所以是跟他的搭配，然后偶的声音也是来自就是耀伟你的声音，我们是直接就是现场的我的声音这样。所以是你站立着，然后要操作这个偶，感觉很不容易耶。而且低腿板，一chung他是有看到按哪个演出方式，对不对？比较少这样子的演出方式在台湾。是，对，所以主要是可能在国外会比较多，但在台湾还是比较少这样子的演出方式。其实，在国内比较少像这样制作这样比较大型的手操偶。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其实有很多是小的偶啊，或者是穿全身偶的，但是这种尺寸其实跟小朋友其实蛮贴近的这种尺寸，那是比较少看到，对不对？而且其实听说鬼炸制作工厂制作的时间耗时非常的久，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这出戏大概从去年的第3季就开始在筹备了。那我们当然就是这一个屋顶动物园，其实它前面的系列是做成小型的手操偶，那我们就一直想要求进步，我们想要在剧场上面给大家更多的一种
娱乐的选择。对，所以其实我们去参考了国内国外很多优秀的剧场的一些经验以后，我们把这些经验融入在这出剧里面。所以从去年大概第3季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准备了剧本，然后我们也重新的把这些角色重新从平面就开始重新画。平面对，重新画了以后，再做成3D 的模型，再做成这么大的一个手操偶，而且其实这些偶我们刚刚有看到了，所有的细节都非常的细致，它的五官啊，然后它的肢体呀，还有甚至你看连石类的这个鬃毛，全部就做在挺同鼓手，太搞做在想到讲亚普亲自的音乐卡上来发的急救的时间，韩国极度的努力，这样做在大抽按优质的音乐卡，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来同大家分享。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富喜来的节目，我是总一群阿群妹。家下人看到嘅样片吼，唔系好好运动哦，看起来当中啲嘅运动操冇，唔过啊，其他就系啲嘅排练。稍微这么个按的排练呢，赛赛给人问一下这个耀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排练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练习我们的里面的剧中的歌曲，对，然后我们在剧中呢，我们是要一边跳舞，甚至是我们是一边背着偶在跳舞，所以是背着偶，然后还要自己不是对嘴哦，是现场唱。所以我们的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要就在练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体能训练，没错，不然在台上的时候就会岔气，或是动词，或是没有气。所以其实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是在练习我们的体能。哦，所以其实你看啊，做嘛该台港一边深蹲，然后一边还要做那个推手的动作，所以其实在这个操偶的过程是很累的，对不对？就你自己来讲，因为其实你饰演的是主角，是李欧，那个累的程度大概可以怎么样形容？因为其实李欧在剧中他的舞蹈片段他非常多，对，然后他的累其实是一种。我背着他的时候，我会呈现一个是腰是弯着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不是站立的耶，是弯着，所以他在腰部跟脚是非常很多体力。对，刚下面有看到吼，耀伟自己表演的片段吼，真的是无简单呢，这个人真的同这个角色可以跟这个李欧小狮子整个有种融合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其实你看，他有很多东西要操作，你只有2只手，你要操作他的2只手，还有他的2只眼睛，还有他的鬃毛，会不会觉得很手忙脚乱？排练过程当中其实就一直在摸索，说我这一幕要演什么地方，所以就是如果是他有脸部动作的时候，我会尽量让他的脸部让观众是可以看到他很灵活的一面，所以就是我都会一直在抉择到底要用哪一幕，到现在其实我都还在。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李欧更自然的一面，然后再追求这个。对，所以其实像这些东西都是演员自己、操偶师们自己去研究，他们自己去想要怎么去发挥这些偶吗？其实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我们的导演周奕成老师，事实上是不断的在跟演员做讨论跟互动，所以演员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在做功课，就是当他们跟偶第一次碰面以后，他们就开始去研究他，我可以怎么玩，我可以怎么样跟他合而为一。但是不是每个演员都曾经操过这样子这么复杂的偶吧？是没错，所以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他，甚至把他的个性怎么样透过偶、透过歌唱、透过表演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
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普影乐卡到底里面有几个角色，有哪一些角色，有用了多少个演员？哦，我们这次在舞台上呢，总共有8位的演员，8位的演员。对，那除了主角小米、小男孩，还有小米的妈妈，那还有我们6只可爱的动物。6只可爱的动物。对，那6只可爱的动物，除了这边我们今天出席的李欧师以外，对，还有2只双胞胎青蛙，叫皮皮蹦蹦。皮皮跟蹦蹦。对，那他们其实是屋顶动物园里面非常调皮捣蛋的一对双胞胎。另外，它还有我们还有一只博学多闻的猫头鹰叫阿布，对，那它也是在戏里面有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可爱哦。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动作非常慢的熊，它叫做汤米，它也是戏里面的一个灵魂的角色，因为它非常喜欢园丁、种花等等。那我不能讲太多，怕剧透。剧透，我们太搞就敌耶，对不对？然后还有一只灵魂人物，她是自以为是公主的粉红猪小妹，她叫菲菲。对，那为什么说她是自以为是公主呢？对，你们进来剧场看就看到了。你看嘛，朋友，所以赶快跟大家分享。Summer 呀，演出的时间黑马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演出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其实在6月10号开始就在高雄的大东艺术中心，7月1号到台中的中心堂，然后7月29、30到新庄的文化艺术中心来做演出。所以在6月、7月分别的高雄、韩国都亚台中、韩国都 Andy 这个新北的新庄，全部就有演出。都带运用的手名去购票，这购票的资讯。购票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系统，或者是上我们的粉丝专页跟我们联系就可以。粉丝专页应该打什么呢？屋顶动物园。屋顶动物园就走在前面到的好鼓手啊！其实啦，其他的都新年的时间有的这个新竹有演出过100是首演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首演场这个观众的反应跟观众的回馈。我觉得小朋友看得很开心，是声光效果都还不错，结合音乐，然后加上故事剧情也是蛮生活化，想象力很丰富的一个表演，让小朋友很想要继续了解那个剧情下一步怎么走，给小朋友一些正面的能量。它的色彩非常鲜明，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现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一见的。小朋友可以透过表演的方式，可以解决一些本来觉得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然后可以一起想办法合作完成一件事情。他的那个现场音乐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少有那种现场音乐演奏的音乐剧，非常的具有这个故事性，然后在演出上面也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有欢乐，也有一些鼓励的效果，我觉得很不错。希望可以大家一起来看，这出戏真的很棒，希望没有看的观众们都可以来欣赏这一部很有趣、很感动、很适合带亲子一起来看的戏。我看到这样片后，我看了影片，我觉得好想进去看哦，因为整个色彩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缤纷，是，然后规则气氛很懂粉咯，很快乐的。那最后我看到那个观众的回馈都说，会让观看的人吃到懂有能量，很有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能量？想要跟大家分享。希望所有的观众看完回去会有哪一些收获？事实上，其实我们都希望，这出剧呢，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了以后，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多一点的亲子互动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说，就像我们刚刚讲这出戏的初衷，事实上是在讲爸妈对孩子的陪伴，其实事实上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正面温暖的能量。事实上是可以让这个孩子，不管他到了哪里，遇到什么问题，他都永远知道在我的背后有我的爸妈，有我的朋友，都在支持着我，都在鼓励着我，让我有办法去面对它，解决问题。对，是，所以这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正能量。那如果是耀伟你自己饰演这个李欧的时候，你觉得李欧他有怎么样的个性？那有哪一些优点或者是缺点，可以让小朋友学习，或者是看看就是这个李欧这个角色哪一些他们可以互动，他们可以反思的？李欧的话，他的个性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交朋友，然后非常乐于助人，然后很热心的一只小狮子。
但是同时也是因为他非常的，就是喜欢交朋友，有时候他反而是太没有在理会别人说什么，就是我带你去看个很好玩的东西，走，我带你去看，就是他热情到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他对有压力，所以这也是李欧在剧中他也在学习要怎么样交朋友的当中多听另外他的朋友去讲了什么。对，所以其实啊，这整出戏所有的演员还有故事的理念，全部就有动到正能量，韩国还有动到做得陪小朋友，做得同爸爸妈妈共下来学习的素材哦。故事啊，以下先休息一下，还有较多的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哇！主持人你好，李欧好，我是阿群妹。我的名字叫做李欧。你怎么那么可爱？你也很可爱啊！所以你也很可爱，我也很可爱，我们就是好朋友。听说会同翕相啊，我们来拍张照。好。我跟你讲，拍照的 pose 我们要啾咪哦，要眨眼睛哈。好，预备3、2、1，啾咪。哦，好可爱哟！李欧，我问你哦，因为黑找10啊，10感觉就是很勇敢，所以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哦，你有会害怕的事情吗？那我只跟你说哦。好。其实啊，我很怕黑。你怕黑？那如果现在假设你去了一个很黑的环境，万用你会怎么样？我会把我的鬃毛盖起来，像这样。有没有？所以就跟我很害怕的时候，我会很紧张，心跳会跳很快一样，对不对？对啊。所以呀，我们现在在录影，我们不要讲那么可怕的事情，我们来讲开心的事情。好。家是讲运动，欢喜很开心的时间，请好做嘛嘅？欢喜，请好做嘛嘅？我呀都会跟我的朋友玩啾比一啾比哦。啾比，黑嘛嘅啊？那你就要来看我们屋顶动物园，太阳卡住了，我呀就会教你哦。所以啊，你睇到屋顶动物园，你条卡到的见了。耶，来看。这种快乐的这种气氛呐，而且阿 Q 莫也也好像发现呐，胆枪这个演员是唱现场的，连音乐都是现场的。是的，现场演奏，没错。哇，所以把整个乐团搬到这个舞台上，对，搬到舞台上，然后跟演员来做结合。是。对，所以而且我觉得你们的音乐好丰富，好特别哦。这个音乐其实有特别去设计过，对不对？是的，我们这次的音乐总监是请到了高
高道伟老师。那高老师其实他是国内剧场界非常知名的音乐创作者。哇，对，那事实上在做音乐剧的这些制作上面啊，事实上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没错。所以高老师呢，他必须要适应这整出剧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只有写歌而已，他还要去设计，在每一个剧情的桥段里面，他可以怎么样丰富这过程中的音效、配乐等等。所以事实上，这个音乐听起来我们是非常丰富、非常的欢乐，其实都是他花了很多心思，然后跟大家一起激荡讨论出来。真的，像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很欢乐的音乐，就有听到那个墙底噜过去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很像有那种跑跳的那种很雀跃的感觉。是没错。所以其实这就是舞台剧音乐的魔力，而且这一次又是他特别写了亲子音乐剧场，所以顾名思义，就会音乐同戏剧全部就汹涌按精彩，都一样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啊，听说在演出的时候会有这个惊喜的小互动，到底这个惊喜互动是什么啊？事实上我们在做这出剧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小朋友的角度在思考这个戏可以怎么样更丰富、更有趣、更好玩。那事实上，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的想象力、观察力都比大人都好很多。大人很多时候都视为理所当然，或是或是视而不见很多的细节。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剧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的舞台，包括我们的偶，包括了我们的整个灯光的设计等等，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巧思，可以让小朋友去注意到。哇，他发现的话会觉得怎么那么酷？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伏笔在里面。是的，所以还是不能讲。那不然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个在做亲子剧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讲嘛，要设身处地，用声音的角度来做亚普亲子剧，那用小孩子的角度，会不会觉得有哪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因为你要跳脱自己已经是大人了，要回到小孩子的视角。我觉得做这个戏其实难的，真的就像主持人讲的，一起讲的，我们要怎么样抛开大人的很多的框架限制？怎么样用小孩子很纯真，然后很单纯去追求一件事情的那种热情去做这出戏？所以在做戏的过程中，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有很多的激荡跟讨论，甚至有一些争执等等。但是就是回过头来，我们这出戏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理念，我们希望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亲子共享的时光。所以我们只要是想到了这一个目的性以后，大家其实就会抛下很多的成见，然后一起回到会议桌上来，我们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好。对，因为事实上做这出戏其实有很多环节都是很大的工程，包括做偶，包括做舞台、做灯光、做音乐，全部都是，包括排练。对，这些很多问题都是一步一步、一关一关我们要去解决的。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很热情的那个初衷的话，其实很容易在中间过程中就说受不了了，就爆炸。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木当通屋演一条卡多哎，这部戏到底有多精彩，花了多少的努力。然后啊，这次的主办单位就叫做安徒生和莫扎特的创意，这是一个很不像一个就是公司的名字。我很想要问一下建元哥，为什么你们会取这个名字安徒生与莫扎特？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安徒生是说童话的大师，没错。莫扎特是音乐顽童，所以我们的团队是擅长将故事跟音乐做结合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专注在做音乐剧跟音乐剧场的制作跟演出。对，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团队。所以其实整个团队的概念大概是什么？团队的理念？我们希望推广就是音乐剧，希望把音乐剧这个概念，它其实在国外其实都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一种娱乐的选择。它并不是要你一定要穿得很体面，一定要很懂个什么样的背景知识才有办法去欣赏的。对，事实上在国外它就像去看电影一样稀松平常。我下了班下了课，我想要得到一种新的娱乐。然后很容易吸收的一种娱乐的方式，我就去看一场音乐剧或者看一个剧场的演出。那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团队的出发点，其实也是在
这件事情在努力。所以我们除了在做演出以外，我们也在做很多跟教育培训相关的一些事情。哦，比如说，其实教育的培训，对教育培训，比如说我们会去。从2013年开始哦，我们就每一年就邀请纽约百老汇的大师来到台湾进行一个课程大师班的课程，演员的课程吗？事实上，我们早期一开始是设定给台湾的演员，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不对啊，不能只有这些剧场的朋友可以参加，我们也希望让更多对剧场有兴趣。你不见得你一定是要未来成为演员的人才可以去唱歌，才可以去跳舞啊。对，想唱歌、想跳舞的人都很多，想要唱音乐剧的人也很多。我们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参与？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办第3年的时候，事实上就开放让很多的一般的观众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开始，事实上就已经有40几岁的公务员、家庭主妇等等，就加入我们大师班的行列，然后跟着我们的营队一整个礼拜的训练，然后听说这个我们的耀伟也是从这课程里面也是去上过课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上课学到什么有趣的事物吗？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跟这些国外的大师们学习的时候，他们是对很多细节他们是很严格要求的，然后会让我觉得虽然只有1个礼拜，但我觉得过了好久哦。我觉得我每天回到家，我不是在看电视，而是我在复习明天要准备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想要在老师面前做出我觉得我端不上来的表演，因为自己本身是演员出身的，所以会当老师来的时候，会对自己要求会随时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下，希望明天在班上或者在呈现的时候都可以给大家带一个很好的效果，这样。所以其实不只是耀伟，其实在这部戏里面有一些演员也是从课程里面挑选出来的。是的，对不对？所以从课程也有，那其他的演员的挑选，也就是从外面之前合作过公开甄选的方式。公开甄选。所以其实啊，看演出戏剧上来花的研究的时间、研究的能力、人力还有物力，这么多东西才能促成这一次的屋顶动物园太阳卡住了。而且其实啊，不只是表演非常精彩，视觉非常的丰富，你也可以听到很棒的音乐，韩国都在感受到懂得能量。鼓手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再赶快跟大家说一次这个我们演出的时间。我们演出时间，接下来演出从6月10号高雄大东。然后7月1号台中的中心堂，7月29、30在新庄的文化中心做演出。鼓手啊，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有限的时间来去看这个屋顶动物园一条唔见体的，一条卡道的，不是唔见体的。今日东方杨两位、沈梦两位来到你节目现场，谢谢2位，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刻，先休息一下，等下听的运通欣赏来做运通。